自2026年2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回顾甲期待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34章第10到1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34章。摩西对摩押平原上尼波山到耶利哥对面的比斯加山顶，上主将全地予伊看，对基列到但、拿弗他利地区、以法莲甲马拉西地区、犹大地区到地中海，南边的尼吉夫甲樟树城耶利哥的平原到索尼。上主甲伊讲：这地是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，永远要赏赐伊的后代的地。当我予你亲目看到这个地，毋过你袂当入去遐。照上主所讲，上主的仆人摩西死伫摩押地区。上主将伊埋葬伫摩押地区北边呢对面的山谷，到今仔日无人知伊埋葬的所在。摩西死的时120岁，目睭无花，精力无衰退。以色列人伫摩押平原为着摩西悲伤哀哭满30日。论的囝约书亚得到智慧的神充满，因为摩西捌甲伊还手。以色列人顺坦约书亚照上主命令摩西的话做。后来，上主无搁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兴起亲像摩西的先知。摩西是上主面对面认捌的。上主找伊伫埃及地，对法老甲拢总的人神，以及埃及全地行真侪神业奇事。搁伫以色列众人的目睭前，予伊有大气力做大搁通行的事。回顾甲期待。今仔日是农历29暝，对台湾文化角度来看，29暝是一年中间真重要的日子。对台湾人来讲，29暝通讲是年终的句点，也是新年的起点。伫即一天，台湾人无论身踮倒位，拢会排除万难，返去因兜，甲家内的人团聚。伫29暝围炉时，厝内的人将面回顾过去一年的辛劳和种种经历，另外一方面也准备迎接新的一年来临，期待新的一年。各方面拢会搁较好、搁较顺利，也搁较蒙福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经历40年旷野漂流，终于来到约旦河东边，简单差一步就是上帝的应允之地。回顾一路行来，摩西清楚一切拢毋是家己的成就，是上帝的恩典甲带领。伊真清楚，人生舞台的主角毋是家己，是上帝。这也提醒咱反思，过去一年来的辛苦，是毋是只有看到家己的努力，或者是咱会当伫孝顺恩典的中间，看见上帝的保守甲赐福。若毋是上帝，咱敢会当行过一切，搁有所成就？上帝对摩西讲：这地是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，永远要赏赐因的后代的地。当我予你亲目看到这个地，毋过你袂当入去遐。摩西上大的遗憾就是袂当进入迦南地。人生无可能事事如愿，
有时阵人必须承认家己的有限。尽管摩西有遗憾，伊也是忠实完成上帝交付的使命，因为安尼，上帝予摩西看见应允之地，搁伫伊的行程安然离世。29暝即日，检测咱会想起一年来未达成的心愿有遗憾，但是摩西的故事甲咱讲，有限的人生，若焦点无限的上帝手里，就会当诚侪祝福。因为上帝的计划大过咱的计划，伊会伫伊的时间成就美事。摩西袂当进入应允之地，含伊的死亡，毋是要互咱停留点遗憾甲无奈，是提醒咱会晓感恩甲交托。摩西的死并毋是结束，是新的开始。接落来，新一代的领袖约书亚要接续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允之地。上帝的应允并未因为摩西的死就落空。对咱来讲，29暝是一个回顾甲期待的时刻，因为29暝了后就是新年。面对新的一年，检测咱心中也有一寡无确定和不安，但是通确信的是，信实的上帝袂停止伊的工作。伫新的一年，伊还是会继续引带、供应甲保护咱。申命记34章带着一种总结甲转折的意味。上帝的应允虽然无伫摩西身上完全成就，却必定踮以色列人民身上实现。这真成咱伫咧面对29暝的心情，回顾过去一年行过的岁月，对遮看见上帝的作为甲恩典。伫展望未来一年的时刻，咱也接受生命中的限制，搁确信一切拢伫上帝手中，伊还会继续带领。愿咱带着新的眼光，有备迎接新的开始。默想，这一年来，我有啥物遗憾？我经历到上帝安怎的恩典？这一年来，我有啥物遗憾？我经历到上帝安怎的恩典？咱来祈祷，恩典的主，求你帮助我伫回顾中看见恩典，伫承认有限中会晓交托，伫期待未来的时存着信心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